家三口返工讀書，咁基本上我哋嘅船飛一個月一個人1000蚊 plus 咯，你要加搭車啊、巴士啊、MTR 嗰啲唔計喎。咁其實對於離島嘅居民嚟講，我覺得係有啲貴咯。其實可能即係資助，或者係我哋即係居民可能即係唔係遊客嘅話，可能係啲 discount 啊 offer 嗰啲咯。油價又貴，咩都貴，咁佢加價都啱，不過就應該中地都冇加咁多。加價居民梗係唔想啦嚇，特別關注加價嘅就係一批長者。舉個例子，有個婆婆打俾我，咁佢就話咧，佢其實本身要每朝咧帶個小朋友去港島區翻學嘅，咁之後咧佢就會翻去島入面等啦，等到去3點幾啦，咁又搭翻船出去接翻個小朋友再入翻去，咁其實產生咗4程嘅一個費用。佢原本係俾8蚊嘅，新嘅票價咧大概7至8蚊每一程。咁佢就話：咁我嘅生活就要改變啦。喺船公司嘅角度，佢哋在商言商，佢哋嘅成本上升，佢哋必然係有加價壓力。咁我哋都區議會開會嘅時候都有同政府部門去反映，係咪可以幫助佢哋拓展非票務收入呢？所以我覺得咧，政府係應該要協助一下船公司點樣活化啲碼頭，做到拓展佢哋非票務收入。